呢排忙住出 show 又要拍劇，真係好忙啊！不知不覺搞到啲肌肉繃緊晒，成日都肌肉酸痛，影響埋個身形體態。好彩 GM 都知我背，幫我 book 定 Glycel Ioga 熱匙筋膜刀，加埋全身按摩，真係由內到外都放鬆晒。Glycel 嘅 Ioga 熱匙筋膜刀結合5大技術原理，係瑞士科研加上中醫智慧嘅養生療程，先持溫後鬆筋，善用雙極熱療持溫技術，深層導熱直達真皮層，疏通經絡，同時增強血液同埋淋巴循環。唔單止硬邦邦嘅肩頸，就連平時好難放鬆嘅肩胛骨位置，都係2-3下就即刻鬆晒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亂粒都咁好舒服，每次嚟都會唔小心瞓着。再用醫療級深層射頻筋膜刀連接可以滲入深層組織嘅 RET 電極頭，配合獨有嘅刮痧同撥筋手法，就可以極速舒服咁鬆解翻黏連咗嘅筋膜，通翻啲淋巴，放鬆肌肉，提升韌帶通線，舒緩痛症。斜方肌鬆翻晒，唔怕再腰酸骨痛，肩頸肌肉軟身翻，放鬆咗，直覺肩出翻嚟，平時好容易水腫嘅小腿都即刻纖幼咗。做完真係成個人都輕鬆晒，仲可以排走體內濕氣同水腫，改善體態。每次做完身體線條都即刻鬆咗。而家限時優惠只係388，就有 Glycel Ioga 熱匙筋膜刀加全身按摩，網上預付仲有額外禮物，大家都快啲嚟體驗一下無痛一身鬆呢種勁爽嘅感覺啦！